天气遮尔冷，做运动都要随时注意家己身体状况。新北市有一个男子伫健身房运动到一半，头晕、胸脚痛，送病院半路啊，就失去着性命现象。加在消防局出动的是经验上界丰富的高阶救护机动的支援队，马上甲做电击，男子才来恢复着呼吸心跳。原来伊是急性的心肌塌。 运动到一半，胸头壳会戆，胸脚袂疼。健身房工作人员随卡129，患者本来要有意识，送去病院半路，心脏煞停去。1、2、3，救护车随停伫路边先抢救，因为黄金时间袂使前。谢谢啊。刚才电过了，恢复心跳，救护人员手拢无停过。我来打针。 自送到病院诊断是急性的心肌塌，加在经过高级的救护技术员甲医生的合作，才为死神的手中抢回宝贵的生命。 开放很多药物流程，所以 TP Plus 也可以协助现场的 EMT 去做及时给药跟生命征象监测的动作。新北市都成立的高阶救护机动支援队 EMPT Plus 总共有12个人，因是伫病院经过1280点钟的训练，经验相对更加丰富。只要有危急的状况，拢会出动去救人，就是要将人为鬼门关前救回来。 数字的讲话，新北市送到病院半路，心脏就停气，患者已经成功救回1623个人。天气风清，这寒的天气，真后发生心肌塌，运动前热身的动作一定要做确实。